有一寡罕见的疾病伫国内进前是无病例，需要透过国外文献来了解。罕见疾病基金会对2005年开始，甲台大病院合作，建立中文的资料库，提供资讯。基金会也调查发现到，有大约60%的病友是真重视生活津贴，也有病症体检相关的补助。带出门的时候，我都会很紧张，对，我不知道他在什么时候突然会没有呼吸。那个是当下的状况，那个环境是我可以处理的吗？全全的妈妈讲到拄开始照顾全全的时，惊吓的心情。目前8岁全全伫1岁外的时阵确诊 Amy Grip 症候群，是全台湾头一个。这款病症可能会有白内障、器官发育无完全等等的症头。当初协助全全诊断出这款病症的医师也表示，若是有观察到囡仔有发展较慢的状况，家长通遵照医师的建议做相关的基因检测。那如果说知道致病的原因，例如说知道是基因的问题，那其实是可以去查相关的文献，那知道说这样的小孩在这个年纪，那有可能还需要注意什么。真侪罕见疾病的病友甲家属拄开始知影确诊，通常拢会真惊吓，唔知要安怎。罕见疾病基金会自2005年开始委托台大病院合作建立罕见疾病一点通的网站，收集罕见疾病的资讯，翻译做中文。即马已经到我听做全球上大的罕见疾病中文资料库。罕见疾病之所以发生，就是来自于那个生命随机的风险。那么，当我们现在少子化了，国家社会需要大家鼓励多生产报国，多生育。这时候，罕见疾病本身它的意义又出来了。它已经不是少数人的问题了，它是一个国家层次的问题，社会层次的问题。另外，罕见疾病基金会也针对目前服务的个案进行普查，普查结果显示，有大约60%的病友上重视生活津贴，佮有费用的补助，希望通扩大体检的补助。基金会也呼吁政府爱重视病友的就医权利，注重病友的需求，提供适合的就业环境。希望医疗单位、民间团体、政府共同来完善罕见疾病的照顾政策。记者梁家嘅曾俊佑台北报道。